同样的，在许多的上师跟前也听过许多次关于断法的引导讲解。不过讲实在话，我对于所得到的法并没有去实践它，所以对于修法的体验是说不上的。不过有些人会讲说，藏人常常就或者说是汉人常常会自谦说我不懂，这是一种谦虚的表现。可是，在西方社会，你说我不懂，人家就真的认为你不懂。不过我的习惯，我自己的习性就是讲话很直。所以我以前在很多的上师跟前得到了灌顶，还有引导。来到台湾，首次来台是2013年的事。在我的观察中，大部分来台湾传法、讲经、灌顶的这些上师，他们的一个目的就是要能够得到一些经济的援助，能够回去盖寺庙。可是我总是跟人家，我比较反骨，就喜欢跟人家背道而驰。人家要往这边走，我就要往他反方向走。所以呢，在上一次来台的时候，除了一次讲课之外，也没有说做了其他的开示，然后呢，也没有传戒做这件事情。那有一个我认识的喇嘛，他在台湾所以呢，有一次呢，他就把我找去了，让我去那边上个课。别下直言。让我写个东西。在台湾的时候，我得到的签证是两个月的签证。那么第一个月的时候，我什么都没有做。就是我是1个月的时间在，就是没有，就是1个月的时间在外面，然后1个月的时间都在写书。到技能了，比较送。我在1个月之内写了3本书，其中的一本就是关于断法拉吉准玛佛母他的教言的一个广释。另外一个是月称论师他的入中论释。然后呢，第3个是
바론가죽에 라마 챙그래. 뜻이래吧。 哦，是巴隆嘎局的一个上师 d i s h i l e 吧，他所写关于大手印的相关的开始，我做了一个注释。他做背下提马让我送给你的迎着吃节也没去推动啊，迎着吃节哦，打我紧了。在这1个月当中写了这3本书，字数有8万字之多。那第那个说了，第马这个送酒跟这块是推着，第那一些人这个人呢也不多，但第今天呢，第呢突然的起码酒和推他，这个是些有呢，有个送的也不多送的，空干那个都眼睛拉出去，第一个的这个人我得打很多。后来呢，野溪老师就看到了我的作品，然后就是说啊，这样子很好，将来有机会的话，你来给我们讲讲断法的这些引导文的吧，是很好的事情。他有了这样子的吩咐，所以我就唯唯诺诺的说哦，是，然后就有了今天的法会。那里，这个酒跟这块，那个说的酒跟这块的追求是呢。过嘛生气，没现在看要嘛的，俺让就了别高有的，马这个送的你的这块些，过得我些跟这块要不些这种的别要不有啥的生，让个的呢怕模仿，单独个怕记下就的。那写断法的引导文这个注释本身有没有请法者呢？根本没有请法者。因为我自己对于断法很有兴趣，一直想说，如果能够把断法马吉拉居尊嘛他的教诫用一个浅显易懂的话把它写下来的话，肯定很好。所以在没有任何人的劝请之下，我自己自动自发的写了这个注释。这因为他经常好高兴啊，他那酒过写好了，那他酒一个把他人这话的。那么大声的往学用啊，吹学用啊，马上给就这个你别下吃一个，你这话真用啊，但你这些跟这话压力。所以大家晓得了我自己跟这个断法的渊源是什么了吧？我有得过这个法门的灌顶，我得过他的引导，听过相关的教授。然后呢，对于要写这个法门的引导文，我也是有那个本事能够写，而且已经写出来了。这个就是我跟这个法门的渊源。第一个的呢，当部的学茶叶的，大一把酒就送我这样的学用意。以上就讲完了第一个主题，再来讲第二个是断法，它的内容是哪些？第一个的呢，酒是吧？是要是吧？第一个酒的呢。这当的呢，不啦，双倍，马这拉中是吧？是，呢到国母哎，修，张某有把些双倍的，第一个杀都拿掉的。总体而言，断法这个法门，它是在藏地的一个新开创的法门，当初是藏地的一个女子。智慧卓越的拉吉尊嘛，马吉拉尊他所创的门派。第一个呢就在大宝贝国母写给，啥都是恐怖呢，退休光表表嘛都家当把要多少的骗你嘛的，第种子呢的空个给家搞的些个人呢，俺去宝宝个给家写当的，宝贝呢当多少。那一个家的血压嘞，所以大家晓得这个法门的祖师是一个藏族的女子，她不管是接受佛法的引导，还是做禅修，都是在藏地做的。她从来没有去过尼泊尔，她也没去过印度，所以呢，当她在传法，当她在写东西、讲话的时候，都是完全按照藏族的生活、藏族的状况。在体现。马这个弄的穷个那个说了，安内的，那怎么安内的，空一个老人的被也不要的，第今天呢，店呢，大的呢，忙，当把酒呢，
까봐 생기네 봐. 혈신. 이 몸거 거때 되네 탱망고 근데 정도세네 동바리. 对，眼珠，몸 돼， 也这样一个样，我是我的地震现在的呢，몸 돼， 那是人肉性的，等下要让你变忙不动。老师，他从小就出家为尼，由于在文字读写方面非常有功夫，所以他常常参加这种为人家做的这些经忏，常常赶经忏，念诵般若经。 네, 되게 몸 마고도 되게 몸도 되게 정신나 되네, 동이 그 따와 세야 돼 또바이. 在赶经忏的过程当中，他不断的反复念诵般若经，所以就通达了空性的道理。 이 동이 그 따와 또그 되네 또바 뭐랑 다 맞이 나쁜 거 동이 따와 또로와. 이 진정 현다 이 따와 또야 그 치도 네, 탐란这些定过度送当嘛现象吧，你呢就了。他自己证悟了般若的见地，那么如何让身边的人能够证悟呢？所以他就想了一些方法，用一些窍诀式的、口诀式的方法来讲述这些证悟的见地。 对，对，就是呀，对，长期这个那呢，用西儿的跑的什么事呀？第一个对呢，名啊，娘的名啊的。所以就传下了所谓的断法，而这样的断法实际上是佛陀他的在般若经当中的话语，以实修口诀的形式流传下来的一种法门。 用西儿的跑的什么事哇？讲长期这个也把第一个分解，等到西呀北，左西呀北，东半夜的。所以在断法当中，它主要谈的内容是佛语当中所讲的空。你东半夜的东大瓦身上的，东半夜的大瓦上面就是啊，东半夜东半夜大瓦地。 네, 타가 투야라, 네, 미도 뭐라고하세네, 다 타가 투지고 요운에 대 동이 또부터 따와들이. 所谓的空性，或者说我们讲空性正见、空正见，它实际上是你想要追求解脱不可或缺的条件，尤其要证得一切智的佛果，它可以说是最为关键的要点。 이 중심은 뒤에 네 용식세야 대 사제지가 나로네 같이 휴수조해야 해. 所以在佛陀的话语，佛陀转动法轮所传下来的教法当中，般若经被认为是最重要的。 이 중심은 뒤에 네 혈신 양스 렘베르 맹아대 네 야갈라양 수마리. 当然，所以呢，在般若就实修般若的口诀方面，印度也曾经有这样子的窍诀。 대라 되니 다 혈신 코랑 그 파테가르 그 댄사데 조세의 시작바데 방공 파파도 없이 야간에 되니 나가는지나. 네, 나마 개가 치고시 패라. 이그 송 우마 자와 시럽세 나 소바시. 되니 사무 따와. 주바세와시 송이. 되니 대두 되니 너는 우마 땡주도 소리. 아. 혈신지 기랍게 파르스나 되게 태가를 우딘 동이시오라. 대가 공부할 주세 그 맹아 세네가 형대 사무 따와 세네가 우마 형 소리. 关于般若经的直接阐述方面，在印度最为著名的就是吉祥龙树护主，也就是龙树菩萨。他用甚深见地，也就是在中观的角度去切入般若，直接阐述般若的空义，所以开创了所谓的深见派的传统，留下了跟中观相关的许多的论点。 这些都是直截了当的方式来阐述般若的空的这个层面的教法。你东一节大瓦的道有的，你让个
원도 세네양가 때 냠도 공패들어라 냠도 공패들어와 그 사람 그 원도 때 얘기하시는 시야과 때 제품 상방 공부 송 희생 원도 진세야 돼. 当然，如果你了悟了空正见的话，自然会有一些体验，自然会有一些证悟，逐渐的可以踏上所谓的悟道实地的现观的这个道路上去。而在印度的传统当中，将如此悟道实地的现观的道加以明确阐述的，就是此世护主弥勒他所造的此世无论当中的现观庄严论。我们当희생 그 경우에 니네 야가라야 배 가르침보를 지네 뭐듯이 저와 마모지 배 마마 때니 로 마모를 법용수 바래 내가 나이 보고 되네 사자 예로 님마 가주 가래이네 다 듣으면 제 방법 라면 되니 소리 되니 시원해 법용시 이마 야고차 파시 되세 너는 뭐지 망치 배차 그수 때는 조로 所以后来就传下了以中观直接阐述中观空见的这个中观传统，以及阐述现观般若教法的这两大传统。这两大传统呢，都被认为是非常重要的。也有很多的后代的注释，有很多人花了许多年的功夫，就在研究这相关的哲理。同样的，在藏地。不管是萨迦派、格鲁派、尼玛派还是噶举派，都有许多的学者不断的在钻研其中的道理。他们当然首先在自己的上师、在老师那边学习这些教法，然后呢，为了要能够精通前面所讲的关于现观以及中观的这些道理，他们花费许多年的功夫去不断的提升。아니 다다디 주 대니 내 대니 야염 희생 산지제가 히럽이 파도스마서로시요 빼차디 그 단다디 마치 레 나오시는 냠리 간드시니시 우유가 초시 야바디 마제 라브론지 그 대니 당아 주세야 되리 所以刚刚提到了断法，它的主要内容就是佛陀所传下来的般若经的内容。那么般若经它当然是以经典的形式传下来，那如何才能够让我们用一种简明易了的方式去实践它呢？我们就要仰仗着玛吉拉尊他的实修的口诀，让我们能够简而易懂的通达其中实修的要领。아니 산지제가 가르치고 있는데 야염 희생티 그 대니 따와 띠는 그 정대 오마 대니 맹아 냠스 내지 그 정대 조 대니 맹아 냠스 랑그 나랑 그 저라 냠도 연디 제요가 냠도 연디 제인데 상상선에다 이 냠도 연디 문제 세지 그 정대 희생 원도 지니 所以佛语当中，佛陀的话语当中最为重要的就是般若教法，能够直接抉择般若教法阐述空义的是中观，而能够运用口诀来实践般若空义的是断法。透过实践空义而产生觉受跟体验，而逐渐的在悟道实地上能够前进，或者是能够阐述悟道实地的修持过程当中的不同的阶段，还有阶段之间的那些界限，能够讲得清清楚楚的，这个是现观的教法。맹아 냠린식 때문에 다 희생가 동데 냠슬린 그나 냠린실이 세지가 탑란 레 타와시다 장보 야슈 다 쪼데 타바시 在这个世界上，我们要找到一个比断法更能够言简意赅，让人感到浅显易懂的
关于般若经的修法口诀实修的方法，几乎你是找不到的。这当定就是拿落了的呢，我们的工人年龄当，学生个工人年龄要来的，人呢就拿些也不是要嘛。当然，一般来说，经典里面也提到很多如何去禅修中观空义的道理的方法，或者说如何去契入般若的一些具体的禅修方式。不过，都没有像断法讲的这么样子的明确。呢，就是要对的呢，要用学生个工作是呢的，第名啊，一个就是呢的呢，这帮呢。那么参加被去了多大，那是了你有个能力做的多一年的。所以它断法主要是阐述般若智慧的一种法门，在显密二宗当中呢，它比较接近于显宗的教法。你那样地点给你了，你往那样当。公家呀，看些些给你上下个呀，做人的这些都，给你身体就个名啊，给你啦，对就老板那配送的给你，我得写了给拍了的是吧？现在他妈的，弄成你的话也吧，给你打学生的话，学生也吧，给你让我当然就是他妈，让我是要的一种写的。但是我们看到这个法门后来流传下来，其中有很多的像灌顶啊、禅修的方式，这是后来随顺着密法来加进来的。所以呢，我们可以这样子讲，断法的口诀，它的本质的内容是显宗的，因为它是关于般若教法的。但是呢，它也随顺着密法产生了很多与密法相关的内容，有这样子的综合的面貌。你个那就说啊，多的，学生个名啊，娘是来他，不了几百马几那不容易送下个当外些人吧的，你咱们宁波了我的。所以这就是我们第二个主题，断法的内容是什么？那它的内容我们把它整理一下的话，就是所谓的断法，便是般若经的实修口诀。它的出处是来自于一个生于藏地的女子玛吉拉尊，她所传下来的口诀精华。到这样。我当父母你的，你这话父母接的意思啊。在男女这两种性别当中，女子对于爱的感受是比较深刻的。第一种是呢，对呢，一当初中都说的呢，这样拉破到莫牛个的时候，吸收了。所以有一种说法是在本尊或者是护法神方面显现出女相的本尊护法神是相对较少的。你平常个你老妈讲话老话生气的，去做过错么的时候要怕接把婆母的噻。我们看到大多数在道场帮忙的，或者是走动的这些师兄法友，大多数是女性。对了对呢，你出生当出来的呀，怕些父母气了也不大。可是就是出来，出头呀，上脑当。出的那是。对于佛法有信心或者是有心向法的人，大概也是以女性居多。老师。就是有一种说法是跟女性相关的，刚才说的是比较少，是说错了，就是那个不管是本尊法门还是成就法方面，是与女性相关的这些成就法，它的
成就比较近，或者是事业的威力是比较迅速的。근데 다 니만 시도로 이주로 다 대상한테는 보무 그 토탕 단양 지시야도 没错。 이 점세나 때네 근데 마직 나도 보무시 그 소토바게 주로 나가 체박도 봐봤대 저런서 때네 라바도 보무 그 느낌 이긴 대주이 양내시 통的被压不压 而像现在是一个非常讲究男女平权的时代，这个法门又当初又是由一个女子所开创下来的，所以非常适合当今以女性修行人为主，或者说诸位在座有女性的修行者去从事。 근데 주세야 때 마직 나도 그 사도 나와 이마 송상 보무 추로 불안나게 주고 由于这个法门，它的开宗祖师是马吉拉尊，她是一个女子，所以你基本上可以说她是一个女性的宗派。 근데 뒤 니바의 쇼타서 아주 나셔야 하는데 다 써봐 조주 고동서야 되셔야 이다 以上就是第二个主题，断法涉及的内容。再来呢，第三个是如何去理解断法。 네, 내가 다 고동시에 그 내가 없어라 되네 다 맹아 소수 그 추세야 말이 맹아 소수 녹섭시에 용도가 없어 내가 시당라 되네 투몽지 시당 맹아 소수 그렇게 시당 시대 되네 내가 니어리 내가 보바가 나도 지추당 그추라 지추당 왜 지추스 내가 니어 在解释如何理解断法的方面，按照着不同的口诀的传统，当然有不同的解说方式。如果按照藏人的说法的习惯的话，会有两类的传统，一个呢就是总说式的，就总体总论式的说法；一个呢就是个别的私下的说明的。总说式是属于一种比较普遍共通的，然后呢。 个别的私人的那种传法呢，是属于比较口诀式的。那接触的，他就个接触的呢，然后谁呢？他就接触的呢，当波讲什么呀？从总论而言，一开始断法都会先谈到皈依。 당연히 잡스 마송나 남바 사제가 제일 주요 말이 남바 사제가 인다 민세야 돼 잡스 송 마송게 연지시지요 为什么要先谈皈依呢？因为如果没有皈依三宝的话，根本就算不上佛教徒。到底一个人他是佛教徒还是不是？完全是要看他有没有皈依三宝来做凭据的。 아니 상승초도 생지吧。 第二个就是要谈到发起最胜菩提心。 삼바 상승초도 생지가 세야 돼. 매배에는 뒤에 택과 전부 죄선 로호야 말이. 뒤에 택과 전부다 중요시네. 타대 예지게 추대 상승초도 생지가 돼 요다 메기. 因为如果缺乏殊胜菩提心的动机的话，那么就无法算在大圣行者的行列当中。一个人他到底有没有入大圣的门，完全要看有没有发菩提心而定。 네, 다 모아당 모남세야 돼야 지출이. 아이스랑 모아당 모남 야고게 맞에나 나랑 그 개와 접 대바데. 네, 제브 망보 여인보다 내야 시가 개와 대배 세므로 와 내야 시 용투부야 말. 在总体的断法当中，除了皈依发心之外，还有一个很重要的共同的特点，就是要做回向发愿。 为什么呢？因为假使我们造了善根，却没有用回向发愿来应持它的话，那就没有办法让这样子的善根变得非常的广大、非常众多，也没办法让它维持很长的时间，也没办法保证它不会衰损消亡。
네 내가 참아게 시에 대한 거 장로 생기 거 장로 생기 다 저도 도와 만나서야 돼 주라 그리 내가 참아다 투몽이 所以，不管是哪一个口诀的传统，它都有一个共通的结构。这个共同的结构就是总体而言，一开始一定要有皈依跟发心，最后一定是有回向跟发愿。这不管哪个传统都是这个样子的。 네 주다 코랑게 네 게르게 내가 해로 왔지 뭐 장로다 생지 여바 잠시게 주 차가 말이 야주 내가 차가 말이 아 주세야 그 코랑야 내가 투모 많이 버 차세데 나더니 양 코랑 내가 담아지야 不过刚刚提到还有一个是个别的口诀的部分，这个口诀并不是说你有了皈依、有了发心、有了回向发愿就可以算数的，因为那个是属于共通教法的部分。如果只是有了这些内涵，还不足以说是断法的口诀，所以它有一个部分是属于不共的，专属于实修口诀的部分。 네 주세야 그다책 보게 시오라 보게 책 주세야 돼 네 사책 사와 사책 두som 사책 이게 사책에 나노네 되니 빼는 아주 저 콘로 신제바 나시 파 도버 제제 세바 근디시 그 동동호리 이게 책이 주세요 책이 사책은 오케이 뭐게 사책은 사책세도 맹다 아 매마우다다 두som 사책在这个断法的这个断当中，我们如果讲到术语来说的话，它在藏语里面会牵涉到它的语态，语态里面它会讲到就是时态，过去、现在、未来30的时态。那这样子的一个现在式呢，它会牵涉到的是一个劈砍的动作，比方说你拿一个刀或者是斧头去砍什么东西，有那样子砍断的意思在里面。 근데 다다데 빼라 빼대신데 다다내가 없어서 쭉 세번내가 없어라 당아 니게 맹아 마지게 냠니 맹아 내가 끼네 마츠 줄을 유데 빼 남도 줘봐디 그 레타 저 정신을 띠네 쭉 시베 책에 배주 담아 这个砍的意思或者是断的意思是什么呢？就是透过如此实修的口诀，能够使我们内心相续当中的分别妄念被斩除、被断掉，所以我们称这个法门叫做断。 지난번에 미 남도라 타이어 말이 다 미세메 생지 차선 그 생지 남도 되니라 타이어 말이 一般来说，我们都会讲人的念头是无穷无尽的。当然，不仅是人，所有的众生的念头都可说是无穷无尽。 마직 나중 그디 남도 탐에 받아서 저 른가 소지의 두용을 내가 없어서 남도 이 나노라 두리 马杰拉尊他把如果要广说广说起来无穷无尽的这些念头，把它归纳起来，把它说成有4种魔。 이나니 다 남도 당고 대라 되니 맹대 토끼지 너희라